至高尊貴嘅神。我讚美你，至聖的主，沒有聖潔公義。我仰望你，謙卑跪拜，因你極偉大和榮耀。我敬拜你，聖潔的主，願你的榮光耀遍地。你光輝榮美，願國度權柄也都歸你。盡靈深處述說主的大愛，大海呼叫澎湃，也為你喝彩，唯獨你勝在永在，君尊屬你，萬國屈膝讚頌至高尊貴的你。哈拿繼續咁樣禱告話：只有耶和華為聖，除他以外沒有可比的，也沒有磐石像我們的神。我讚美你，至聖的主，沒有聖潔公義。我仰望你，謙卑跪拜，因你極偉大和榮耀。我敬拜你，聖潔的主，願你的榮光耀遍地。我渴慕你，光輝榮美，願國度權柄也都歸你。盡靈深處述說主的大愛，大海呼叫澎湃，也為你喝彩，唯獨你勝在永在，君尊屬你，萬國屈膝讚頌至高尊貴的你。盡靈山村都要讚美我哋嘅主，盡靈深處述說主的大愛，大海呼叫澎湃，也為你喝彩。主啊，你就係我嘅聖在，今在永在嘅神，唯獨你勝在永在，君尊屬你，萬國屈膝讚頌至高尊貴的你。萬國屈膝向你面前讚頌，至高尊貴就係你嘅名字。耶穌大聲說：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來的。人看見我，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照亮咗我哋嘅生命，叫我哋唔再行喺黑暗嘅裏面。
光返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光返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我哋一齊讚美我哋呢位主耶穌基督，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耶穌你愛嘅主，我嘅王。耶穌你是王。我哋呼喚喺你面前讚美你，耶穌你是王。我哋主耶穌，我哋感謝你，感謝你為我哋嘅罪釘身喺十字架上面，為我哋受死，並且成就咗救恩。我哋嘅主啊，願我哋都投靠你，因為你赦罪嘅恩典，我哋領受到你賜俾我哋最好嘅福氣。心讚頌我的主，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在你恩典中幾多的好處，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藏在你帳幕的隱密處，渴想一心盡力愛主，也許一生多困苦，被世間撇棄恨惡，但你總看顧，樂意攙扶，愁悶慨嘆變作歡呼，因
中多昏暗迷糊，但我的心始終堅固，投靠你，別覺恩典豐富。願讚頌歸於我哋主耶穌基督，我哋嘅父神。佢喺基督裏面曾經賜俾我哋天上各樣屬靈嘅福氣，讓我哋一齊投靠我哋呢位主，領受從神而嚟豐豐富富嘅福氣。主，我哋感謝你。我的心讚頌我的主，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在你恩典中幾多的好處，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藏在你帳幕的隱密處，我想一心盡力愛主，也一生多困苦，被世間遍地恨惡，但你總看顧，樂意參付，愁悶慨嘆別作歡呼。人海中多昏暗迷糊，但我的心始終堅固，投靠你，別覺恩典豐富。人心中感痛悲，甚至失去了力氣，讓我找緊你熱戀的手臂，圍着我在振翅高飛。人海中雖見伴流離，但你應許不捨不棄，投靠你是最好的福氣。全係有着你，才令這生結美。主耶穌基督，感謝你喺十字架上面成就嘅救恩，讓我哋可以唔再行喺黑暗裏面，可以走向光明嘅道路，並且可以睇見你嘅榮光。感謝你悅納我哋喺你面前獻上嘅敬拜同埋讚美，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大家請坐。早晨，弟兄姊妹，可能講夠聲。OK， 我哋同心去禱告。詩篇裏面講：我要時時嘅稱頌耶和華，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你們和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他的名。真係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藉着主耶穌嘅話提醒我哋。喺今日經文裏邊，你話你們說我是誰？主啊，我哋呢個唔係淨係門徒嘅問題，而係今日我哋每一個屬你嘅人，可能都問緊同一個問題。今日你呼召我哋每一個係跟從你嘅時間，求主你光照我哋嘅心，使到我哋唔係單單口裏承認你係基督，更加喺生命中真真實實嘅跟隨你。主耶穌，我哋承認自己常常嘅只係願意得着祝福，唔願意嘅背起自己嘅十字架。主求你赦免，亦都只係因為我哋想保存自己，但係忽略咗為你而活嗰種嘅呼召。
求主你赦免我哋呢種嘅軟弱，呢種嘅退縮。求你賜俾我哋有勇氣，願意嘅為你去捨己，背起十字架去跟從你。因為上帝，求主你亦都幫助我哋看重呢個永恆嘅生命，多過我哋今生嘅時間，亦都不以世界為滿足，而係認識主耶穌基督為至寶。願我哋喺呢個世代當中，不以你為恥，反而嘅勇敢去見證你嘅名。求主你堅固我哋嘅信心，使到我哋一生嘅忠心跟隨你，榮耀你嘅名。我哋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求。今日經文喺馬可福音8章27到38節。喺呢個 PowerPoint 裏邊咧，我有個漏咗嘅就係冇帶今日嘅經文，所以你哋手上有冇呢個程序表？程序表嘅後邊有今日嘅經文喺度。咁睇唔到嘅亦都聽我讀出今日經文喺馬可福音8章27到38節。耶穌和門徒出去往凱撒利亞腓立比的村莊去。在路上問門徒說：人說我是誰？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裏的一位。又問他們說：你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耶穌就禁戒他們，不要告訴人。從此，他教訓他們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3天復活。耶穌明明地說這話，彼得就拉着他勸他。耶穌轉過來，看着門徒就責備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今日經文讀畢，我哋弟兄 Eddie 弟兄喺當中去分享神嘅話語。多謝弟兄姊妹今日翻到嚟教會敬拜，我哋都感謝大家就係讓我有再次機會能夠喺度分享神嘅話語。喺我分享之先呢，我想有一個祈禱，我哋一齊得。
天父，我哋感謝你今日能夠讓我哋一齊翻到你殿裏邊敬拜你，我哋獻上感恩，我哋祈求你嘅聖靈喺當中去引導我哋，讓我哋明白你嘅話語，保守我哋今日崇拜嘅整個程序，奉救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有人問你，你認唔認識耶穌？你會點答佢？如果我再問你，你認識耶穌有幾多？或者你認識佢啲乜嘢？你會點回答佢？你可能話：我當然認識佢啦！我信咗主，信耶穌咁多年。我自從我信咗主之後，我都有去參加教會嘅崇拜，聽過牧師講唔少嘅即係有關耶穌基督嘅教導，亦都背過唔少聖經嘅經文，亦都研究過唔少耶穌講嘅話語。但今日呢段經文好似話俾我哋知道，呢啲都唔係等於你係真正嘅認識耶穌，或者咁講啦，我哋只係對耶穌熟悉，但係未必真係認識佢。所以今日我想透過呢段經文嚟到探討一下耶穌是誰，睇下當中我哋有啲咩盲點，我哋係忽視咗嘅，或者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去學習。馬可福音第8章27到38節係一段非常特別嘅經文，係講到門徒對耶穌嘅認信，係馬可福音嘅前半部同埋後半部嘅一個分水嶺嘅一段經文，係指示耶穌嘅身份，佢究竟係邊個？耶穌係邊個？呢個問題嘅張力咧，喺馬可福音嘅1到8章咧。一路咧係累積落嚟嘅，呢段經文裏邊咧都將耶穌將呢個張力咧就帶到去一個高峰。多謝波幫我撳嗰個slide。如果你對馬可福音1到8章有一啲嘅觀察嘅話咧，你會好清楚睇到一件事，就係耶穌不斷嘅展現佢嘅大能，佢趕鬼啦。佢醫病啦，佢行神蹟啦，佢平靜風浪啦，甚至係供應人嘅需要。但喺呢一連串嘅神蹟裏面咧，門徒其實仍然係唔明白耶穌係邊個。好似喺第4章嗰度講，耶穌平靜風浪之後，門徒梗係大大嘅懼怕。彼得就講啦：呢個到底係邊個咧？連風同海都聽從咗佢。到咗第6章，同樣係海面上，當門徒睇到耶穌喺水面上行走嘅時候，佢以為係鬼怪，嚇到喊咗出嚟，非常驚慌。經文係咁樣形容佢哋嘅，因為佢哋唔明白分餅嘅事，心裏仲係愚頑。乜嘢係愚頑咧？所謂愚頑就係佢哋睇到耶穌所行嘅神蹟，但冇真正去領會到佢其中嘅意義。佢哋唔明白神蹟所啟示出嚟嘅耶穌嘅真正身份係乜？如果連呢啲門徒都唔明白、唔認識耶穌係邊個，咁其他嘅猶太人就更加唔使講。所以喺呢種背景底下咧，耶穌就問門徒2個非常關鍵嘅問題：人說我是誰？以及你哋說我是誰？其實呢個問題唔止係問當時嘅門徒嘅，亦都係問今日我哋每一個人。從門徒同耶穌嘅對答咧，我哋可以睇出門徒對耶穌仲係唔係完全嘅認識嘅。今日我哋從3個方面咧，去一齊去大家去思考。第一，耶穌係一位受苦嘅基督。
當耶穌問門徒：人說我是誰？門徒回答話：有人話係施洗嘅約翰，有人話係以利亞，又有人話係先知裏嘅一位。呢度我想大家去諗一諗，如果你係當陣時嘅門徒，當耶穌問人話我係邊個嘅時候，你心裏面有啲咩感受？你心裏面有啲咩感受？我唔知道你嘅感受係乜嘢，但我諗啦，我會係好興奮，英文係 excited， 甚至仲有一點嘅自豪感，因為喺從當陣時嘅民間嘅傳聞嚟到睇啦，耶穌普遍係被認為係一位先知，以利亞係先知，施洗約翰係先知，佢哋兩位喺當時係備受尊敬同埋即係好有名望嘅先知，所以呢啲人對耶穌係有極高嘅評價同埋尊崇嘅。你再諗一諗，從門徒從一開始跟從耶穌到而家，佢哋親眼睇到佢醫病趕鬼行神蹟，吸引唔少人嚟到聽耶穌講道。喺咁樣嘅情況底下，你覺得佢哋心裏邊係諗緊啲乜嘢？我諗佢哋心裏邊可能係諗，我哋跟啱咗人啦，即係跟咗一個啱嘅老闆啦。甚至佢哋話：我哋投資嘅生命，我哋嘅生命投資喺耶穌身上咧係啱嘅，係值得嘅。因為佢哋眼中耶穌係一位有能力可以改變局勢嘅基督，係一位帶嚟政治拯救嘅彌賽亞。佢係佢哋所期盼嘅嗰位人子。但係佢哋雖然跟從咗耶穌，但係仍然冇真正嘅認識耶穌係邊。所以耶穌接住問佢哋第二個問題：你哋話我係邊個？你哋話我係邊個？彼得就講啦：你是基督，你是基督。所以彼得係代表門徒對耶穌講嘅，係佢哋對門徒佢哋對耶穌嘅認信，係佢哋心目中期待嗰一位基督。所以耶穌喺第8章31節嗰度咁樣講：人子必須受許多嘅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3日後復活。彼得反應非常之強烈，佢完全唔能夠接受耶穌係嗰一位要嚟受苦甚至被殺嘅基督，所以佢拉住耶穌走埋一邊，就想勸阻佢。原文勸阻呢個字咧係一個好強烈嘅字嘅，就係責備佢嘅意思，顯示彼得內心咧係好抗拒同埋好震撼嘅，好震驚嘅。所以彼得佢哋咁樣反應咧，其實可以理解嘅，因為期望越大，亦都係失望越大。我唔知道你有冇諗過，點解耶穌要等到呢個時候先同佢講呢番嘅説話？點解佢唔一早去講咧？有冇諗過？我諗到2個理由。第一，如果一開始就對嗰啲門徒講，基督係必須受苦被殺嘅，一嚟當陣時嘅門徒一定唔會明白，因為佢哋只係啱啱跟隨咗耶穌。二嚟咧，門徒好可能根本就唔會繼續跟隨佢，因為佢哋原本所期盼嘅，從來唔係一位要受苦嘅基督。第二，從歷史嘅背景嚟睇咧，門徒同埋馬可福音嘅最初個讀者啊，當佢哋跟從耶穌嘅時候咧，正正係要面對，因為跟從耶穌可能會有生命嘅危險，甚至係喪命。耶穌而家對佢哋講，係要預備同埋鼓勵
佢哋面對咁嘅處境嘅時候，佢哋勇敢嘅唔好去退縮，預備好佢哋呢啲日子係會來臨。另外，佢亦都喺呢度講，跟從佢嘅係要付上代價嘅，係同佢所走嘅路係一樣。今日咧喺澳洲同埋啲西方國家咧，我哋大多數嘅基督徒咧係已經唔需要再面對嗰種因為信仰而會喪命嘅嗰種處境嘅，係咪啊？我哋冇呢個危險喺澳洲，但係我哋當中其實有唔少人，當需要為信仰咧嚟到表態嘅時候，你會仍然會有尷尬啊，有壓力啊，甚至係怕人誤會啊，而選擇咗退縮。我聽講今日咧有啲機構裏面咧，你唔可以喺機構裏面發一啲祝賀聖誕呢一類基督教嘅祝福語，已經唔可以。我有咁嘅聽過。呢度正係提醒我哋咧，跟從耶穌必定係有代價嘅，甚至要付上生命嘅代價。特別係一啲極權嘅國家，因為耶穌可能會被嚴厲嘅懲罰。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啊？伊朗呢個國家嗰度嘅基督徒增長率係最高。我唔知你有冇聽過？你可以 check 下。但係伊朗基督徒咧，都係受到嚴重嘅逼迫。佢哋嘅家庭教會咧，時時被突襲。嗰啲改信基督嘅，嗰啲穆斯林轉信嘅嗰啲信徒咧，係特別危險㗎。點解咧？因為佢哋可能失去佢嘅工作，甚至被監禁。有一樣更加犀利嘅就係，甚至佢哋會被指控係叛教。呢度可能有生命危險。但好奇怪喎，伊朗基督教咧，被認為係當地增長最快嘅宗教。好多嘅信徒係從穆斯林背景轉信基督嘅，所以我哋可以睇到睇到一個引證啊。當信徒願意付上代價，神嘅道、神嘅福音就會興旺。所以當時嘅門徒卻唔完全明白呢個受苦付代價嘅真理。對佢哋嚟講咧，基督受苦咁樣嘅觀念咧，係完全對佢哋係好有顛覆性嘅。但如果有陣時，正係呢種嘅觀念，呢種顛覆嘅觀念咧，門徒咧先至開始真正去思考，先至能夠去引領佢哋對耶穌有更深嘅認識。呢度咧，我覺得彼得對基督呢種固執嘅理解啦，同我哋華人文化啦，對民間信仰嗰種固執嘅堅持咧，係好相似嘅。喺我信咗耶穌之後咧，我媽媽咧就經常去責備我，對我話：你信呢個咧係洋教嚟嘅，係忘祖忘宗，係忘恩負義。佢唔接受佢嘅大仔係相信耶穌係返教會，因為佢一直都堅持佢嘅媽媽，即係我婆婆啦，傳俾佢嗰種民間嘅傳統嘅觀念，基督教係洋教嚟嘅，唔可以信。而家一下間咧，佢就被顛覆咗啦。後來咧，佢都冇乜反對我哋去教會啦，因為你信你，我信我。我哋更加有時候咧，可以同佢講一啲關於耶穌基督嘅故事，佢都願意聽喎。最後佢喺老人院嘅時候，佢都聽嚟探訪嗰度嘅牧師嘅講道同埋對佢嘅慰問。但係最後咧，佢有冇信主咧？我真係唔係好確定。所以我媽媽呢種根深蒂固嘅思想啊，真係非常嘅影響佢嘅一生。當時嘅猶太人亦都係一樣，佢哋對彌賽亞嘅期待早已根深蒂固啦。因為喺佢哋嘅生活裏邊咧，佢哋認為呢個基督
係唔會受苦嘅，但係耶穌佢係對佢咁講，佢係會受苦、被殺、被棄絕，佢哋好難去接受。咁今日我哋又點樣睇耶穌基督係邊個咧？我哋係唔係只係要一位去幫我哋解決問題嘅基督咧？係讓我哋能夠成功嘅基督啦？抑或係唔需要我哋付代價嘅基督咧？而唔係需要一位可以帶領我哋去走十字架嘅路，呼召我哋去悔改回轉，要我哋改變生命，為我哋嘅福音付上生命代價嘅基督啦。呢度耶穌繼續講，佢話：凡要救自己生命嘅，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我福音喪掉生命嘅，必救了生命。呢度佢更提醒佢哋，提醒我哋：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嘅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來換生命呢？呢幾節經文咧係帶住基督生命嘅一面，就係呢度係一種好吊詭性嘅一面。當我哋為耶穌同佢嘅福音捨棄生命嘅時候咧，我哋反而得着真正嘅屬靈生命。嗰啲努力保護自己所擁有一切財富啊、權力啊、地位啊，嗰啲人咧反而會失去呢啲一切，更加失去永恆嘅生命。彼得引用咧以賽亞書咁樣講嘅，佢話：凡有血氣嘅都盡都如草，佢個榮美都像草上嘅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唯有主嘅道係永存。約翰亦都提醒佢嘅讀者，喺個世界上嘅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嘅係永遠常存。從人角度嚟睇咧，有時似乎惡人係亨通嘅，強者得勝，但最終會有一個巨大嘅逆轉嘅，因為神要使驕傲人降卑，使謙卑人升高。嗰啲以為你係得到嘅，其實你可能會失去；你以為失去嘅，你可能會得到。同樣嘅，當你堅持願意付代價走主耶穌基督十字架道路嘅時候，神就會工作。當你堅持走耶穌基督十字架道路嘅時候咧，神就會工作，佢就會展現佢個作為，我諗教會嘅發展都係咁樣嘅。當我哋願意付代價走主耶穌基督十字架嘅道路嘅時候，佢就會工作，佢就會展現佢個作為。我諗係咁樣。第二，耶穌係一位體貼神心意嘅基督。經文接住記載咧，耶穌轉過來看着門徒，就責備彼得話：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嘅意思，只體貼人嘅意思。講到呢度咧，你會唔會有個疑問？點解耶穌要用咁嚴厲嘅字去指責彼得，甚至稱佢為撒但？會唔會重咗啲咧？的確，耶穌喺度嘅回應係令人去震驚嘅，因為佢竟然將彼得同撒但咧擺埋一齊。但係如果我哋從馬可福音嘅整體嚟去睇咧，就會明白其中嘅原因。因為撒但咧就係喺書裏面咧，係一直係描寫為耶穌基督嘅對手，係佢嘅敵人。佢係嗰位不斷嘅試探耶穌，要去偏離神嘅旨意，唔好行十字架嘅路。呢個正係同神救贖計劃咧，完全係打對台嘅。呢個正係撒但嘅核心工作。但同時咧，呢度亦都反映出人嘅軟弱同埋敗壞。因為我哋天生嘅 DNA 咧
係會選擇一條冇阻力少嘅路，係最容易走嘅路。呢條路往往咧唔係十字架嘅路，所以呢度咧可以講咧係撒旦正係藉住彼得嚟到試探耶穌，亦都係慫恿彼得遠離十字架嘅道路。呢度對我哋今日信徒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提醒，因為屬靈上咧係冇中間地帶嘅。睇別人嘅時候，你就會偏離神嘅心意。呢個背後咧，既有撒旦嘅試探，亦都有我哋自己裏面嘅軟弱，使我哋唔願意走呢條需要付代價嘅十字架道路。有一個人叫做潘博華，我諗唔係呢個，係一個。呢個人咧，我係非常之敬佩嘅。喺佢作門徒代價呢本書裏邊，佢有一段咁樣寫嘅。佢話廉價恩典就係冇十字架嘅恩典，昂貴嘅恩典係藏喺田裏嘅寶藏，因為佢呼召我哋跟隨耶穌基督。最重要嘅係恩典嘅昂貴，係因為讓神付上佢兒子嘅生命。因此，當基督呼召一個人嘅時候，唔係呼召佢去過更好嘅生活，而係呼召佢嚟去死嘅。佢講最尾一句係好觸動我。潘博華係邊個咧？可能有啲人都知道啦。潘博華佢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咧，佢原本可以好安全嘅留喺美國嘅，遠離戰爭同埋逼迫，但係佢係選擇放下佢呢份嘅安全，佢買咗打仗之前最後一班嘅船飛翻去德國，因為佢係德國人，同當地嘅教會同嗰啲反對希特拉嘅人一同面對苦難同逼迫，最後。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嘅幾個星期，佢俾納粹黨以絞刑去處死。佢臨終嘅時候講咗一句好震撼人心嘅話，佢話呢個係終結，但對我嚟講咧，佢係生命嘅開始。呢個係終結，對我嚟講咧，佢係生命嘅開始。英文係 This is the end for me, the beginning of life。佢嘅一生正好講明一件事，佢冇體貼自己嘅意思，而係選擇體貼神嘅意思。即使呢條路，佢要翻去德國呢條路啦，係十字架嘅道路，係要付上生命嘅代價。冇體貼神嘅心意，冇錯，體貼神嘅心意。而唔體貼人嘅心意咧，往往係帶住張力，甚至係矛盾嘅。因為呢度意味住咧，我哋需要有好多嘅實際嘅處境，作出合乎神心意嘅決定嘅選擇。例如啦，我舉個例，當面對利益嘅時候，你會唔會仍然選擇誠實咧？好似喺報稅，喺金錢嘅處理上。你會唔會願意按誠實去面對，而唔係選擇自己有利嘅計算方法？其實我哋點報稅係可以反映出你嘅生命嘅價值觀係點樣。呢個説話好深思嘅，因為我係個會計師，我哋都係知嘅。第三。耶穌係一位帶住使命嘅基督，帶住使命而嚟嘅基督。耶穌係一位帶住清楚使命而嚟嘅基督。喺馬可福音第1章有一節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嗰度宣告神嘅兒子耶穌基督福音嘅起頭。呢度講明咧，佢係帶住一個福音嘅使命而嚟嘅。而呢個使命咧，喺呢段聖經裏邊啦，8章27到38節裏邊咧，係再進一步去推薦嘅。首先，佢嘅身份被人認信。接住咧，
耶穌親自講明呢個使命嘅內容。呢個使命嘅內容係乜嘢啦？人子必須受苦、被棄絕、被殺，並且第三日被殺，並且3日後復活。呢度有一個好關鍵嘅字㗎，我哋唔好睇漏咗，就係必須，係表明一切咧唔係偶然嘅，唔係意外嘅，而係神救贖計劃嘅一部分，係神旨意裏面嘅必然。因為呢個使命嘅本質唔係要為咗榮耀自己，而係走向十字架，透過十字架成就神嘅救恩。然而咧，呢個使命並唔係冇阻力嘅，佢甚至係會遭到拒絕。好似喺度講，彼得責備耶穌，佢唔認同耶穌係應該要死，應該要受苦。但耶穌反過嚟去指責佢：你不體貼神嘅意思，只體貼人嘅意思。呢度亦都讓我哋睇到啦，走耶穌嘅路啦嘅本身就係充滿張力同埋挑戰。喺呢個福音使命裏面咧，呢個福音嘅使命咧，唔會淨係停喺耶穌嗰度嘅，而係要繼續延伸落去。門徒要學習學效耶穌，捨己背起十字架，付上代價，繼續完成神託付佢哋嘅大使命。唔單止咁樣，耶穌仲進一步提醒門徒要對呢個使命咧係保持咩咧？忠誠。喺8章38節咁講，不要把佢同佢嘅道當作可恥的，因為當人子在父嘅榮耀裏面同聖天使降臨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嗱，呢個可恥出現咗2次，係有意思嘅。換句話講咧，即使係面對壓力、面對代價，我哋仍然唔能夠以基督為恥，而係要忠心嘅持守呢個福音嘅使命，對呢個福音嘅使命嘅忠誠。讓我哋呢度咧，讓我諗到保羅講嘅一句話。係羅馬書嘅1章10節，咁大家都好熟噶。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嘅人。每當我想到以福音為恥，不以福音為恥，我就諗到一個人，就係戴德生牧師。大家都好熟啊，好熟佢嘅。每當我想到戴德生牧師嘅時候，我就想到佢講咗過一句話，佢話：假使我有1000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1000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哇，講得好好，但係呢度都唔最重要，最重要係跟住一句，唔係為咗中國，係為咗基督。No, not for China, but for Christ。呢個先係最重要。如果耶穌係一位有使命嘅基督，而咁戴德生就係回應呢個使命嘅，佢係回應呢個使命嘅其中一個。佢離開自己嘅國家，放下安穩嘅生活，甚至失去家人，佢仍然話：我要只要神有需要，我願意擺上自己一切，因為佢知道呢個唔係佢嘅使命，而係基督嘅使命。呢個唔係佢嘅使命，係基督嘅使命。佢咁樣嘅有使命人生，雖然係好艱苦啊，但卻係非常非常嘅精彩。人生有時唔係活喺度為咗乜嘢？我哋有時要活得為思想，我哋活得精彩。但你可能會再問一個好實際嘅問題，你可能會問呢個好實際嘅問題，我都問緊呢個問題。好似基督咁樣為人受苦，體貼神嘅心意，活出一個有使命嘅人生，究竟有幾多人可以做得到？又有幾多人好似戴德生牧師咁樣，可以咁樣作出為中國嘅犧牲？坦白講啦，我覺得我未必做得到。或者咁講啦，我唔係
能夠完全做得到。但係呢段經文裏面有一樣嘢，其實有一個信息係講咗出嚟嘅。認識耶穌係一個生命嘅歷程嚟嘅，唔係一時嘅理解，唔係一點嘅時間。就好似門徒一樣，佢哋從跟從耶穌，熟悉咗佢，到逐步嘅被佢打開佢哋嘅屬靈嘅眼睛，最後先至係真係認識佢就係嗰位釘喺十字架上嘅耶穌基督。所以認識耶穌其實唔係一個認識耶穌其實係一個不斷成長嘅屬靈嘅旅程。所以喺整個認識耶穌嘅歷程裏邊咧，我哋往往係先睇到神嘅一啲嘅奇妙嘅作為，但未必真係理解其中嘅意義。之後你要慢慢認出基督嘅身份，而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哋亦都可以門徒一樣對基督產生有誤會、唔理解，特別係面對十字架嘅時候，我哋會本能去抗拒，唔願意接受呢位受苦嘅基督。但當我哋願意走上呢條十字架路嘅時候咧，經歷生命中嘅掙扎、信服同埋改變，我哋就會慢慢嘅被神嘅帶領，逐漸明白耶穌係邊個，亦都慢慢明白神基督更多嘅心意係乜嘢。所以從熟悉耶穌到真正認識耶穌呢一條路，一定唔可以兜過十字架。你唔可以兜路㗎，你只可以行過去。弟兄姊妹，冇錯，呢條係唯一透過十字架走得通嘅路，我哋先至會真正認識耶穌基督。佢係佢就係嗰位我哋會受苦，為我哋捨命，並且第3日從死裏復活嘅主耶穌基督。十字架係我哋唯一認識呢位主。盼望我哋透過今日嘅經文，唔止係知道耶穌，而係更深嘅認識佢。認識佢係一位甘願為我哋受苦、為我哋而死嘅救贖主，亦都係一位地上，亦都係一位喺地上完全體貼神心意、終身完成神使命嘅基督，亦都願意我哋每個人都被佢呢種嘅生命佢所觸動，學習學效佢嘅樣式，願意捨己背起自己十字架嚟到跟從佢，讓我哋每日嘅生活當中一步一步嘅熟悉佢，走向真正認識佢，使我哋嘅生命唔係只係停留喺外在嘅信仰裏邊，而係被基督真實嘅更新同埋改變，活出一個不一樣嘅生命。願神祝福大家。我哋都認識耶穌，認識耶穌就係基督，認識耶穌喺十字架上面行過嘅道路。讓我哋一齊領受呢份認識耶穌基督之後得到嘅福氣。我哋一齊起立唱一首回應嘅詩歌，唱翻頭先咧唱過嘅最好的福氣。心讚頌我的主，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在你恩典中幾多的好處，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你帳幕的隱密處，可想一心盡力愛主，也許一生多困苦，被世間遍地恨惡，但你總看顧，樂意參付，愁悶慨嘆變作歡呼，人海中裝分間迷糊，但我的心始終堅固，投靠你，便當恩典豐富。我的心讚頌我的主，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在你恩典中幾多的好處，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藏在你帳幕的隱密處，我想一心盡力愛主，也許一生多困苦，被世間遍地恨惡，但你總看顧，樂意參付，愁悶慨嘆變作歡呼，人海中多昏暗迷糊，但我的心始終堅固，投靠你，便當恩典豐富。也許心中很痛悲，甚至失去了力氣，讓我找緊你熱暖的手臂，攜着我在陣前高飛。人海中雖然會流離，但你應許不捨不棄，投靠你是最好的福氣。主啊，有着你，才令這生